黄雨佳约在咖啡厅里，她所写的《云顶天很蓝》拿下金钟最佳剧本。女主角的构想原型有一部分就来自在咖啡厅听到2个女老师的抱怨。那一整个下午，我都听他们在互相抱怨自己的学校，包括那个客运1个小时或2个小时只有一班。黄雨佳笔下从都市到山区的女老师，多了客家质朴的天然性格和温暖的生活感。人口外移，小学要废校。这个偏远客家村落里还有个大秘密，大人们在小时候曾经眼见同学溺毙，见死不救，离开或留下，有着复杂的情感挣扎。他说，有些人天生就是笑脸，心里却在哭；有些人天生就是哭脸，但是他心里却是一个大晴天。云顶村里各种不同的人生故事，一个好父亲、好丈夫，却是爱钱贪权的争议把关。修桥铺路的好村长，曾经在生死关头袖手旁观。编剧凸显了人性的弱点，却也用不同于乡土剧的风格，散文诗篇般让人耳目一新。在大将徐蚌心跟月满水沙林，直到现在这一部云顶天很蓝，对，我一直想要把客家浪漫的元素找出来。10年的观察在戏剧中集大成，黄雨佳接下来还要继续写出更多的精彩人生。得奖之后的感想感言就是 Scam Model。好，时间不多，对不对？邀约太多了，我一共进之后 say 了，就是要赶快完成。人只有一辈子，黄玉娇说，因为写剧本，他过了好多人的一辈子，这是当编剧最过瘾的事。他得到了金钟最佳编剧的肯定，也更开心自己的观点跟态度被大家看见。時間無多，愛個人見做好寫來。時間無多，愛個人見做好寫來。